我先说明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待会做一个练习就是我们选择几个词根1到3个词根，然后练习一下就咪型的嘛那我们就这样就练习，就是从这个简单，现在、过去、未来这样1、2、3、4、5、6、7这样练习那练习什么呢？就是构词跟时态。构词跟时态，其实我们正式的学员好像其实都会说，但是讲到这个好像会搞混可能是不习惯。那我们先习惯一下，要不然的话，我们的这个进度会很不好走，就是很不顺所以我们先把这个练习先念顺。那我们的方法就是选枝根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有进来的就，我看有谁，秀兰姐跟 Alex 吗？只有你们2个。好，没有关系就是我们就先选词根，然后呢，我们待会就练习就是构词，因为我们现在是找咪型的嘛，那咪型的名词字根好了，好，那我们就这样就是这个构词加时态，时态就是我们这一次第3期这个课程要练习的那就念出主语跟中文，比如说就像这个像我这个例子 ，minanum， 然后我就说喝水 ，minanum do， 喝过水或喝水了然后就这样念但是你不要用这个 nanum 我已经用过了，就是念出主语跟中文那不用写，我们先熟悉一下我们大概就轮流这样子找名词字根，然后咪型的，然后就一个一个念念7个，然后把它的中文翻译先写出来。主要就是我们要练习这个，主要是这个中文的翻译怎么翻它这样子，怎么使用它。好，那我看一下我们学员都进来了吗？好，秀兰、保罗斯、Alex， 好，那所以保罗是刚进来的我再说一次我们待会在进入我们的练习之前，我们上次就讲到这里了。我们要进入到句型3，不过之前我们先练习这个先选词根现在赶快找选词根，然后呢，构词加时态，然后我们念出来那待会我会把这个就放在这里那你就念词根加时态主语加中文。米夫定就是照我这个方式米夫定就是捕鱼，米夫定都捕过鱼，捕鱼了。我们米夫定将要捕鱼，我将会捕鱼，就这样子练习7个，把这个主语的这个构词跟时态很容易的在你的那个很容易的被理解，也是所谓的被理解，就是说你很容易用中文讲出来这样子。好，到熟练为止好，那我就给各位一点时间了。不过在练习之前我们每个人先把自己的词根先打出来，在那个讯息栏这边，先把自己的词根先打出来好，如果有先打的，就可以先做练习很简单就是主语、中文这样子，主语、中文有7个，对不对？7个形态嘛。那字根的话呢，如果你手边另外有电脑的话，其实你就可以自己去翻这边有很多了，也不是只有这些而已了。那我们现在是找咪型的
名词字根哈，咪型的名词字根。好，我们在练习之前先把你的那个字根词根呢、打在讯息栏这边哦。那也顺便想一下，除了可以使用我们提供的这个词根，也可以自己去想，看看还有哪些是可以用的。好，韩寒的《胡胡说嘛，把那给打，听得懂吗？现在赶快找那个词根哦。我们先做这个练习了，先做这个练习。好，那个努过了刚进来，对不对？我再说一下哈，因为怕有人刚进来没有听到。我们现在先做一个练习哈，就是我们的正式学员哦。那如果说有旁听的，你也可以自己做练习。那怎么练习呢？这边有一个步骤哈，我们先选词根，啊咪型的名词词根哈，咪型的名词的。那我们的 PPT 档案里面下面也有，那你就随便找1到3个哈，然后你选好之后打在这个信息栏这边哈，打在这个信息栏这边。然后我们要做的练习就是念这个构词哈，构词跟时态，就是像这个一样哈。那不用写哈，我们就是念哈，用念的就好了。Minanum 那是什么意思呢？Minanum 是喝水，那 Minanum do 是什么意思呢？喝过水或喝水了，就这样一直念哈。构词主语的，然后再中文这样子。好，那我就把这个页面停留在这边哈，把这个页面停留在这边。好，那个 Alex，那我们请 Alex 来示范一下好了。好，当然应该过。好，慢慢来，慢慢来，不急了哈，各位，不急，慢慢来哈。你准备好了就那个。当然没啦姑，好，诶，但是米咖啡喝汤，米咖啡多喝汤了，或者是喝过汤。我妈米咖啡将要喝汤。我米咖啡爱正在喝汤，米咖啡爱喝还在喝汤，米咖啡爱多已经喝过汤了。我妈咪咖啡多就要喝汤了。好，那个我们在谢谢那个 Alex 哦。那因为我们主要就是说希望你能够记起来了哈。那尤其像这个完成式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在念的时候，比如说像 Alex 的 mi coffee I hope 哦，就是还在喝汤嘛。那记得哦，就是然后脑海里面就想这个哦，从还在喝汤是从过去的时间到现在的哈，就是你的那个脑海里面要想这件事哈。mi c a mi cafe I hope mi nano my hope 就是那你就想说从过去到现在 mi nano my hope 这样。啊，讲到这个呢，mi nano my do 啊，从有一段时间过去的一段时间，不管反正就过去的一段时间 mi nano my do 嗯。那这个稍微等一下，然后这个呢，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之前哦，我们明南那么多哦，将要喝水了，将会喝水了，这样子哦。这样的话哈，就是我们如果念习惯的话，比较会自然而然会记起来了。好，那这个是 Alex 的练习哈。那我们接下来请秀兰姐来做练习哈。
我们练习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就是不要小抄，就是你看，如果我这样，如果放这个你一定会很容易讲，所以我们就直接看这个，看看能不能把它背起来，这样子。好，好，开始。砍柴，米加水，砍柴，哎，米加水多，砍柴了。妈咪加水将会砍柴，米加水爱在砍柴，米加水爱后还在砍柴，米加水爱多已经砍柴了，妈咪加水多就会砍柴了。以上。好，那个秀安姐，像那个未来式这边呢，这个要记得念，要给它乌成那个阿腰里，乌妈咪加水，哎，哦，好，对对对，这个要稍微习惯一下乌妈咪加水度，乌妈咪加水。好，那个我们一样在那个像 Alex 跟秀兰姐已经念完了嘛，我们再找一个词根再另外找一个词根，我们就是另外的词根呢，我们再做练习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就等巴洛斯跟努古人的词根我们就做练习一下。我们再另外找另外找词根这样。哎，那个 PPT 不见了。稍等一下你们有看到那个吗？Q 来是，OK， 好，那我再说一下就是我们先来做练习，就是这个啦。我们有七大时态嘛，那我们先不要做造句练习，我们先把这个时态的翻译方式先练熟练。那方法呢，就是我们先选词根。那刚刚 Alice 跟秀兰姐已经念过了那我们就是练习2轮啦，练习2轮，然后方式呢就是我们就是构词就是把你的词根放进来，然后用念的念主语，像比如说像秀兰姐的嘎碎，她的词根是嘎碎，米嘎碎砍柴，米嘎碎度砍柴了或砍过柴，这样就是先念主语，然后中文这样子。那尽量不要有小抄啦。我不要，就是我不要放这个因为你们这样会很容易对照，反而没有背这样子。如果我放这个呢，就你念完之后讲它的中文翻译这样子，看看能不能很容易的去把那个中文翻译跟那个主语对照这样子。就是mahalaki miswal na tono pangza ta naholam sa mga halakat mahya理解意思，就是用中文讲出来很容易讲出来这样子，表示我们就熟练了。哎，是今麦都是保罗斯泰了。哎，像那个保罗跟努库有听到刚刚我说明的。有吗？有听到吗？秀兰姐，你要练习吗？是吗？啊？你是要练习是吗？好 ，OK， 因为我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我以为你要念。老师，哎，请说。这个放照顾呢，手机啊，后面
我的那个笔电在用其他的东西，所以我现在用手机哦，上课，所以好，现在是要念那个现在、过去、未来，是不是？对对对，7个时态，然后我们用念的，然后好，念之后，然后讲中文，这样子，就是不是句子哦，就是把那个它这个时态跟主语翻成好，中文这样。好。来，米沙凳，好，你的字根词根是拉邓嘛，哈，嗨嗨好，嗨，米沙凳肚，我们个我妈米沙凳，中文意思，米菜，米拉邓呢？米沙凳采菜，哎去采菜了，准备要去采菜，哎，高，我们这样子练习哈，哎，我们的方法这样子，嗯，比如说米夫丁也不定，捕鱼，哦，哎，米夫丁肚捕鱼了，捕过鱼，哦吼吼吼吼，我妈米夫丁这样，将要去捕鱼这样子哈，将要捕哦吼吼，鱼这样，好好哎好好，米沙凳采菜，哎，这样对吗？吼，对对对对，米沙凳肚要去采菜，我妈米沙凳将要去采菜。哎，那个不好意思，那个美玲，我们哎，先嗯，我们把那个中文简化一点哦，因为好，我们就用这个就是采菜哈，哎采菜。哎，采过菜或是采过菜，菜了，哎呀，加不要不分数，要去，哎，哎因为如果有那个去哦，我哎，们后面又会搞混了，因为伊拉给带拉成呢，哦，对，会有那哎，个，所以我们的中文尽量对照这样子。好的，嗯，米沙凳，你要重来吗？好的，可以，米沙凳采菜，米沙凳肚要采菜了，我妈米沙凳将要采菜，对吗？对，好，忙过那 TV 在咖啡当了。好，这样呢，因为我是用手机，好，可以了，谢谢老师，好，好，谢谢。好了吗？念完了，我们有好了，七个呢，七个哦，哎，七个，七大师态嘛，米沙灯爱采菜的人，哎，在耶呢，米我们因为沙灯啊，米沙每一个，灯爱哎正在采菜，哎哎，哎，米米米沙灯爱后还在采菜，对，米沙灯爱度已经采菜了，哎。我妈咪沙灯度将要采菜了。妈咪她登陆就要采菜了，还好，她这个是未来还没有去采嘛，只是还准备要没，去采。对对 OK，对，好，谢谢老师。反正好，我们另外再找那个词根哈，我们就再练习一个 run 哈。那刚刚我这边也提醒一下，就是这个米南诺麦这个哈是时态哈，它不是词缀哦。所以如果说词缀的话，是像刚刚那个努古尔说的，采菜的人米纳努麦米拉登埃。如果它是词缀的话，那它就是采菜的人。可是我们讲的这个是时态，时间的一个状态哈。米纳努麦就现在在采菜，讲米拉登埃正在采菜，在采菜，现在在采菜，这样都可以哈。那米拉登埃后还在采菜，米拉登埃度已经采菜了，这样
好，我不知道巴洛斯你有在线上吗？你还是巴洛斯再来线上，如果有的话就换你了哈。那我们一样哈，刚刚已经有3个学员完成嘛，那我们再找一个词根哈，就是不用太复杂，只是要让我们熟练而已啦，熟练这个构词跟时态，然后它的中文翻译是怎么翻这样子哦。我们尽量让这个翻译的方式规格化，哦，也就是说我们翻的方式都一样了。哇，那个法律你这么勤劳，那个手机没有麦是不是？不好念是不是？好，可能那个法律的手机有问题哈，他直接用写的，不过用写的会比较麻烦了。好，他写，哎，手机出问题了。哦，哎，你现在可以讲啊。那个我有。好，想说你那么麻烦用打的哦。我们对啊，现在这个阶段先用念的哈，然后你把词根写出来就好了。那忙挨什么呀？就打出去了，找高老师。你来马了我哥，你可以用哎，说的吗？哦，能行你否定，嘅，哎呀，大嗯，棒都高，来，你否定补鱼，你否定度要捕鱼了，五毛米否定将要捕鱼，米夫丁爱正在捕鱼，米夫丁爱后还在捕鱼，米夫丁爱度将要捕鱼，五毛米夫定需要捕鱼了，慢。好，你看哦，你的那个米夫丁度跟那个米夫丁埃度差别在哪里？转这样米夫丁爱度，米夫丁度跟哦，米夫丁埃度差别在哪里？好，没有关系哈。一个是香药，好，嗯，那啊，我们这样子啊，你看哦，我们就看那个 PPT 就好了哈。嗯我们这样练习，你找你的词根是不定嘛哈，嗯嗯写米夫定就是捕鱼动词嗯嘛哈，米夫定都捕鱼了或者是捕过鱼这样子哈，然后嗯，下来换这个，我们米夫定将要捕鱼，或者是将要捕鱼这样子，米夫定爱正在捕鱼，啊，将要捕鱼啊，马拉老给打，啊这边马拉老给打字，还所以啊，你用念的还比较简单一点。哎，你用那个你不应该马喝拉老给打字，是吧？那谢个保乐谢老师，我直接哎，把这个 PPT 放在这边，你改成否定，看看能不能翻。直接你那喊个 PPT 打，看看能不能直接就翻出来，给它换，直接用念的。直接用念的，哎，你的词根是否定嘛？嗯啊，嗯，我看还是这样说那个，我那个歌，是吧？一直都是林修文好，打烂了个哟。好，讲得好，Aku ayaw ara.哎，就是大家哎呀，这就是大家，怎么？kami na ako Mako, yang 好的， mako 画图，可以吗？足够可以啊。哎，哎，Mitsuka 画图，Mitsuka 都画图了。Umami Zuka 将要画图。
米竹个爱正在画图，米竹个爱后还在画图，米竹个爱都已经画图了，我妈咪竹个都就要画图了。好，谢谢那过了。对，我们就先这样。哎，马丁尼，就是我们先把那个就说我们先把我们的构词跟中文能够连贯，就是能够就是想在一起，就是韩国跟邦扎，或者韩国跟荷兰这样，就是很快的反应这样子。那我们就不要用别的啦，像有那个要喝，比如说像第二个过去简单，要喝水了，就我这边没有写药嘛，那就不要有药。要去喝水了，也不要这样子我们就用简单一点，就是照那个 PPT 里面的，用 PPT 里面。那个刮胡的意思是说，有时候也可以这样翻的意思好。那像我这边的 PPT， 我稍微把那个，像这边你看一下我的游标过去简单式这边我把它调换了啦。我想说，因为喝过水在我们中文好像比较常这样讲，那我把它放在前面。那这个就是说，有时候会这样用这样的意思那这个我妈咪拿弄这边也是一样，我把它交换了，就是将要喝水。那有时候也会将会喝水，还有这边也是一样，我妈咪拿弄都将要喝水了。就要喝水了，或是就会喝水了，我把它稍微调换一下，主要是说常用的方式。好，那我们上次有一个问题嘛，就是那个我们有遇到那个中文翻译的问题，就是好像是在过去简单式这边，到底是喝过水还是喝水了这个问题那我们就不要纠结那么多，我们先使用我们现在 PPT 这个翻译的方式。好，我大概先这样子那没有关系，也许我们待会再回头。那我们现在还有谁没练习？看一下，我们都练了吗？那个 Alex 秀兰姐，然后你们那个美玲把路，我们都练了吗？好，那我就往下了我们看看能不能就是边练习我们的这个。好，这个是第三个我们上次讲的是否定词嘛，上次讲到这个否定词，所以现在讲到第三个就是这个未来简单是否定句型那我现在用一个方式，就是说，为什么要做这个有4个结构嘛构词、词组，然后句子那为什么要用这个方式？我大概解释一下。你看我们先看下面这个句子如果我要讲一句话，我说我明天将不要喝水，我明天将不会喝水如果我要讲这句话，我应该要怎么讲？那因为我们现在介绍的是动词句型嘛，我们现在要介绍的是动词句型，所以其实我如果因为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很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是用中文思考了，比如说像那个 Alex 对不对？他都是从中文去转到主语这样子那如果我们要讲这句话，我明天将不要喝水，动词是哪一个？喝对不对？所以我们的词根就是拿弄喝水嘛动词是喝水，所以我们的动词要构词出来就是米拿弄，对不对？喝水，所以我们的词根是拿弄嘛，所以那个喝水的话变成米拿弄这个就是我们的构词所以我们这个步骤是这样来的那第二个呢，我们要变成词组
将不会喝水。好，将不会喝水。乌马米纳努。好，这个我们先讲那个肯定的哈。这个不先不要讲，将要喝水或是将会喝水，这个乌马米纳努将会喝水，所以我们要把刚刚练习的就是这个词组啊，将会喝水，主语要怎么讲？将要喝水，乌马米纳努，乌马米拉登，乌马米夫定，好，就是将要、将会干嘛？好，那另外一个词组呢？因为我们现在要讲到否定嘛，否定词，所以前面再加一个 Zaika u maminanum Zaika u maminanum。好，我上次是不是有讲说，为什么这个未来式这边哈，为什么前面有个乌，其他的都没有？这两个有乌，那我说我留到下次讲嘛。那这次我来稍微来解释一下哈。还记得吗？就是那个，我看一下上次的 PPT，没了。我们在句型1、句型2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在比如说，我先回到这边哈。如果把这个哈，这个是句型1、句型2嘛？句型1不是讲说在 I be 那弄对不对？否定词的时候 ，me 变成 b 嘛，在 I be 那弄。然后过去简单式的否定词呢，否定句，在 I do 好，这个 do 变成到前面去哦，在 I do be， 它这个 me 也是要变成。这样，它那个 me be ma ga 会变成这样子哈。那可是问题就来了哦，在这个地方啊，未来式里面，我们这个就因为在我们的主语里面，并没有把这个 me 变 b ma 变 ga 没有。那我们的习惯就是前面加一个 u 啊，那后面还是一样维持这个 ma mi na num 这个肯定的这个词组，这个 u ma mi na num 这个一样是维持住原来的，前面加否定词。那大家的习惯就是 the I ga u ma mi na num 这样，后面都没有改。好，那个我们的习惯用语是这样子哈，我们习惯是 the I gu 那个 ga u 变成 gu 就对了。部落的习惯都是这样子，那个很多耆老他们都是这样讲 ga u 会变成 gu， 所以他们会说 the I gu ma mi na num 就将不会喝水，将不要喝水这样子哈。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个 u， 就这个原因哈。我们保留了这个 u 在上面，那主要的就是说，阿美族语在未来式的这个使用方式是用这样的方法，并没有把咪变 b， 妈变嘎，没有。在未来式的时候，所以在未来式就保留它原来的妈咪这个都一样留着，那前面加那个 u 这样子，所以就变成有这个好，所以在否定句里面，只是在前面加一个否定词的 I， 然后 ga u 或者是 gu， 在 I gu ma mi na num 将不会喝水，将不要喝水。好，这个词组本来是肯定句，然后否定句，好，现在我们的造句就出来了哈。那我嘛哈。我明天，这个我们刚刚没有讲到嘛。我明天将不会喝水是在古马米那弄，那我呢？个过
什么时候？明天安努吉拉。所以整句就是在一个乌马米纳努卡古安努吉拉，就是我明天将不会喝水这样子。那这样的方式对于用中文思考的人，或者在学主语的人会比较好翻，可以翻回去再翻回来，这样子不会有任何的错误。那主要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就让我们在结构那个句子的时候，可以一步一步来这样子。那已经会说主语的，就是我刚刚这个方式哈，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让我们去理解说啊，原来是这个架构这样子。好，那一样哦，我讲完了哈，那一样我们练习哦，找你的词根哈，你也可以用刚刚的啦，你可以用刚刚的词根，然后去套这一句哈。来，准备练习哈，咪型的名词词根。那一样，我们就回到像上次的这个方式哈，就是一样写在讯息栏，然后就是这个部分啊 i n a n o m 然后怎么翻，然后词组这个肯定句的词组怎么讲，我们 i n a n o m 好，那否定句怎么加，这样子哈，然后再一个完整的句型这样子。好，我们来练习看看哈。未来简单式的否定句型，好。那我们在边练习的时候就可以边背这样子。好 ，Alex 比较快，那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这个练习。啥要我改过？来，构词是米嘎吉吉补其余，词组乌妈咪嘎吉吉将要补其余，词组在搞妈咪嘎吉吉将不会补其余。句子在搞妈咪嘎吉吉及妈妈都卡西纳湾阿尼尼亚米尔早安，爸爸今年冬天将不会补其余。好，谢谢 Alex 哦。这边，我来看一下 Alex 哦，那它的词根是其余了，好，嘎叽叽这样哦。那所以变成动词就是米嘎叽叽这样。那词组的话，第一个就是肯定句哈，我妈咪嘎叽叽将要补其余，或是将会补其余。然后呢，第二个词组就是因为我们要练习否定句嘛，所以前面要加一个否定词，加一个我妈咪嘎叽叽将不会或是将不要补其余。所以最后第四个部分就是句子哦，加一个我妈咪嘎叽叽即妈妈都卡西那湾阿尼尼阿米在今年冬天，好 ，OK。因为今年冬天，如果说，也就是说，现在如果说我们按照现实的状态哦，那现在才几月？现在是6月嘛，冬天也就是说11月、12月这个时候，所以这样是没有问题的哈。都可是那湾少了啊，可是那湾那个我看一下哈，少了一个 nu 对不对？可是那湾 nu 啊，你念没沾，这样会不会比较好？对不对？我修改一下哦。今年冬天虽然中文没有的，对不对？可是我们的主语里面可能需要有但是那万努啊你阿米在按这样子。所以有时候那个中文念很顺，在主语里面可能会不顺，就是会有这个问题啊。因为你看，像那个 Ed 像说爸爸今年冬天将不会补其余。今年冬天他没有的，对不对？可是这个是成立的，在中文的时候，
可是我们的主语不能省略那个 nu 哎，但是那湾 nu 阿尼尼阿美真那个 nu 不能省略，不好意思，这个也是蛮奇妙的哈。好，不过有一个问题哈，这个可能还是需要去部落问一下，就是有人会说米卡奇 k 吗？我不晓得欸。像因为我不是渔民哦，那台东的阿美族他们在，比如说他们在捕那个飞鱼嘛，嘎嘎轰，对不对？他们会说米嘎嘎轰吗？我不知道，像我们线上的族人有没有人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嘎嘎轰没有错，对，飞鱼我的意思是说，叫嘎嘎，我的意思是说，去捕飞鱼有这样讲说米嘎嘎轰吗？还是说你米不刚刚还有这样说吗？有啊，这个还是说咪就是去捕了，米福定都嘎嘎轰，没有，你刚刚在这，直接这样嘛？哦，那个 OK，哎，你刚刚在这，好，那就可以，那这个米嘎给记就可以了。嗯，嗯，真是嘎古哎，多，好的，明明的多过来地里看到我，好，说了那个好，我弄还嘛，好，好了，好了，我放大镜，那呀哦，我老话，我的我的词根是把奈，哎，哎，米把奈得到，哦，哎，我妈咪把奈将要得到。在爱古嘎乌妈咪巴奈将不会割到，哎，在爱嘎乌妈咪巴奈嘎古杜那灭萨，我今年将不会割到。今年如果有一个明确，因为这样会变成那个，嗯、会跟现在简单式会搞混哦，还少除非，灭嗯、萨，今年呢？我今年将，不然要怎么讲？今年的话是未来啊，不是未来嘛，就是因为他还没有做。今年呢，今年就是现在啊，有没有？今年将因为还没有7月啊，那你可以讲说7月啊，我大妈可说是，你可以讲7月啊，哎，你可以讲7月，直接讲嗯，这个，比度你可以讲对这个比度这个那今天已经6月了哦，萨卡比度啊，啊，布拉乌拉什，哎，菜卡乌那妈咪班奈卡乌，杜那萨卡比度啊，弗拉什，还少如果今年7月还也可以杜那萨卡比度啊，弗拉什努杜那灭赞，但还今年嘛，今年的7月还那哎，小林给他找个带他给他，哎，所以那就变未来是，那就未来式了。还有啊，你像你刚刚讲的那面答案，嗯，就会变成跟那个搞混现在简单式，因为他哦，对，因为他讲的是现在嘛，了解，对，好，tunggalin tura tura pitu mahai pitu 还 afulasan，嗨，还，好，了解，谢谢老师。不会，嗯，还怎么后，这个这个一定会有影响哦，因为那个像中高级或高级的那个考试啊，尤其在那个文字表达的时候，或是在讲的时候，人家在那个监考官可能就会很在意这个，就说你讲今年，那你怎么前面用未来式，他就会有这个疑问。好，了解，来，好，还有谁？Alex，然后有个人已经讲了。哦，还有法洛跟秀兰，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谁？我看一下。我们的正式学员是谁？我也忘了。1、2、3、4，好，没关系。巴洛斯，你要练习吗？还是你还在写？讲到都还要我是一个过。好的，没关系，慢慢来哈。好，我们请秀兰姐。我家那个咪阿扎杜夫定，可以这样子吗？老师可以这样子吗？我们用名词就好了。哦，名词。哎，这样我多了哦。咪阿扎不就是买吗？买一呀。那是动词呢。是哦。哦，那就讲买是动词。好，那讲米布定，我改成米布定好。好，米布定买一，米布定，好，米布定好，捕鱼。捕鱼好。米布定捕鱼，哎，我妈米布定将要捕鱼，在爱搞妈咪布定将不会捕鱼，在爱搞妈咪布定嘎古安努达瓦。我明天早上将不会捕鱼，我这个错了。好 ，OK，这样可以了哦。可以，我刚刚写错。对，因为阿扎的话是变成动词了，那你的那个否定就变成受词，好。对，但是我们是名词嘛，名词词根这样。好，那一样，我再复述一下那个秀兰姐的哈，它的词根是否定，米否定就是捕鱼。那一般来说，如果讲买鱼的话，当然就那个买就是阿扎了，所以比较不适合用作买鱼，还是一样捕鱼了。好，那我们米否定将要捕鱼，这个是词组啊，肯定句的词组。我们米否定，那否定句的呢，就是在一个我们米否定这样，将不会捕鱼，将不要捕鱼这样。好，句子就是在一个我们米否定个故，那啥吧。好，明天早上嘛，将不会捕鱼，将不要捕鱼这样。好。所以其实我们的重点并不是那个，其实我们的重点是那个这个结构构词，然后它的时态所表示的那个中文意思，这样的，这个才是我们的重点了。好，那然后就保罗，你还在继续努力吗？要等你吗？努力啊，嘛那好的，不用急了，慢慢来。有手机有手机还是有电脑？手机。哎。水。手机会不好操作，对不对？这得的。看，这的。哦。好，那请巴洛。哎，苏里达章鱼，米苏里达捕章鱼，乌马米苏里达将要捕章鱼，下一股马米苏里达将不会捕章鱼，下一股马米苏里达嘎古安努去了，我明天将不会捕章鱼。好，谢谢巴洛。苏里达是章鱼哈。米苏里达，乌马米苏里达将要。否定词在一个故就是嘎乌的缩写嘛，在一个马米苏里达将不会，将不要。好，句子就是在一个马米苏里达的故安努基拉，我明天将不会捕章鱼。好，怎么，谢谢。哎，怎么做？好嘞，谢谢。不会。好，那我们就往下了哈。所以其实很简单了哈。
但是就是说要习惯把那个中文翻对，这样就好。好，然后这个进行式哈，这个是巴达呀那个单元哈，第4个形态了，时态。好，一样是否定句，那我们一样哈，因为大家都会嘛，所以你看，我现在没有在喝水，你就用刚刚的方式哈，用刚刚的词根，这样比较不会想太多。我刚刚有讲嘛，我们的重点是这个，怎么翻这样子哈，所以就是用刚刚的词根就好了。啊，minanum 喝水，然后一样吃煮 minanumai 哈，这个是现在进行式嘛，正在喝水。好的，请问你举手来。用刚才你还吃跟猛爱的，猛爱都这样就不用想太多，因为要么也说了过后面，法律看起来个 B 爱的，哎，就是法律上的要构词的方式，还有时态，哎，好，谢谢老师，哎，所以你看进行式的时态就是 me 后面是 I 嘛，哈，这个不是词缀哈，啊，努词缀上 minanumai 就变成喝水的人，可是我们现在讲时态，时态的话就正在喝水 minanumai 正在喝水，好，或者是在喝水也可以哈，好，那因为我们是要练否定句，所以前面加 zai binanum 哦，这个 me 变 b 了哈，me b 好，否定词的话 me 变成 b 这样哈，那这个后面这个时态要改到那个 zai 这边哈，zai binanum 没有在喝水哦，所以句子的话就是 zai binanum gago imatini 或者是 zai binanum gago anini 这样，我现在没有在喝水，我今天没有喝水也可以哈，没有站在喝水，没有在喝水，好了，就这样子。那看看可不可以不要看，可不可以不要看 PPT， 直接你自己改，这样可能会比较好哈。我 PPT 会留着，不过你练习的时候就不要看那个 PPT， 直接就是用你原来的词根，然后改成现在进行否定句，这样。好，打烂了科目，大家乖呀。好的，哎，郭老师好，请。米班奈割稻，米班奈呀，米班奈，米班奈，米班奈呀，正在对嘛哦，米班奈呀正在割稻，在爱比班奈没有在割稻，在爱比班奈个过，你妈丁尼，我现在没有在割稻。哎呀，比阿西比这里，我给爱的那个在爱呀有没有？在爱呀，在爱呀比，matawa ako sumalo ni. Matawa ako. 哎，在爱，你刚刚说在爱比南弄，在爱比班奈这样。在爱呀比班奈没有在割稻。在爱呀比班奈个过伊马丁尼，我现在没有在割稻。哎，谢谢，那够了。谢谢老师。好，不会。好，刚刚过的词根是一样哈，就是班奈了哈。那一样，我们的方式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讲，我现在没有在割稻啊。那我们割稻是讲米巴奈嘛哈，讲是割稻。那词组的话呢，正在割稻，因为我们现在是进行式嘛，所以米巴奈呀正在割稻，米巴奈呀不是正在割稻，不是正在割稻的人哈，因为这个是时态而已。米巴奈呀正在割稻。好，否定句呢，在哎呀比巴奈没有在割稻。好，句子的话就在哎呀比巴奈个不，它后面时态是什么？啊，你念罗米亚是不是？好，没有关系哦，只要是当下或者是
现在的那个时间表述都可以哦。那讲到当下现在的这种时间表示法，主语的好像只有 imadini、anini， 还有什么？或是直接讲时间好也可以。好，慢慢来，不用急哈。那我还是一样啊。其实我们的那个，等一下，好，那我们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はい三日月补其余再来三日月正在补其余在 I 比个把在 I 比个日月没有在补其余在 I 比个日月及妈妈伊马迪尼爸爸现在没有在补其余。好，好，谢谢 Alex 哦。Alex 一样哈，就是 kajiki 名词的字根词根哈，所以动词就会变成 mikajiki ai 正在补其余。the ai 哈，这个字念 the ai yai the ai 这样 the ai mikajiki 没有在补其余哦。好，句子的话是 the ai mikajiki 是妈妈 imadini the ai mikajiki 是妈妈 imadini。爸爸现在没有在补其余。在耶在哎呀，还在哎呀，在耶在哎呀，在耶就是你看哦，在爱对不对？本来是在爱嘛，可是它的时态是后面这个爱，所以那个中间再加拉一个一，在哎呀这样，在哎呀这样，把那个 y 这样连在一起，在哎呀这样。好，去巴鲁斯了。Paulus, si Karas Paulus gitu. Sulita 章鱼，米苏里达爱正在捕章鱼，在比苏里达没有捕章鱼，在比苏里达没有捕章鱼，在比苏里达跟我安妮妮，我今天没有捕章鱼。Ay, aray, Mata-mata, ay, ya tulis ko kami. 也语调那个，在你的那个字，你考试的时候会打叉哦。一抓，也比苏里大那个 P 不能大写，给他麻了一手，那第一个字不能大小。就是那个比苏里大这个比苏里大，你的 P 是大写的，啊，你没有注意到哈？没有追到，打太快了。哎呀，因为我忘记，因为那个前面有字了，前面有字应该要写小写啊，忘记了。好的，哎，把汉好给他多10分钟好。来了，8点10分我们再继续上，来休息。谢谢，哎呀。在阿耶比迪利没有在写字，在阿耶比迪利个古以后呢，我刚刚没有在写字。好了，谢谢。好，谢谢秀兰姐哈。词根是 delete， 那这个 delete 我之前都有讲过了，有时候我们会把它当做那个动词，那有时候是名词这样，所以这边也可以当做是名词了。字嘛，它其实那个 delete 也是有写的意思哦，就是它是动词跟名词都可以。好，那词组的话就是你 delete line 正在写字。好，否定词在 ai be delete 没有在写字，然后完整句就是在 ai be delete 的不以后你这个就时间哈。那以后你这个好像这个时态好像有点模糊，对不对？以后你是刚刚
刚刚啊，刚刚的话，会不会就变成过去式了？会吗？刚刚而已，你哪里变过去式？已经过了，对不对？所以我刚刚不是有讲说，那个现在进行式的话，它的那个表现的方式好像只有马蒂尼、阿尼尼，对不对？或者以后你想一下哈，以后你刚刚，好，那我们就不纠结了，我直接这样子哦，我们先，因为如果说我们从中文看哦，像刚刚其实它就已经变成过去式了嘛，对不对？就是已经过了，我刚刚没有写字，所以可能会变成那个，就会变成在 epidemic 尾号你，我刚刚没有写字，变成这个，这是我们的句型2。我因为今天的 PPT 没有上次的哦，所以如果说比较要明确一点的话，没有关系了，我们就用那个伊马蒂尼或是阿尼尼就可以了哦。你这个以后你好像有点模糊，好，那我们再看看哦，我再去询问一下那个看看老人家他们怎么去认定这个哈。好，那这个是秀兰姐的，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应该都有那个练习了哈，我们就往下句型5。好，句型5是现在完成式哈，第5个形态哈。好，那一样哈，我们来看这个句子哈。反正我的词根都是难弄了，也没有变了，所以那所以你看，我们如果要讲这一句，我从中午到现在，直到现在哈，我从中午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喝水，所以现在不可能是中午了，就是我们现在有可能是晚上，有可能是下午，但是绝对不是中午，好，也就是说已经过中午了，这样子哈，好，所以我从中午直到现在都还在喝水，都还没有喝水哦。那要怎么说呢？所以一样哦，因为我们是动词句型，所以我们要先找出我们的动词喝水 minanum。那还在喝呢？因为从中午到现在嘛，还在喝呢 minanumai 后哦，然后变成否定了，就是一样哦，就是把这个在否定词加在前面，然后这个时态一样跟那个在放在一起，就是在后。然后这个咪变 b， 好，米拉弄变成比拉弄，咋样和比拉弄还没有喝水，好，这个是现在完成式的否定句哈，现在完成否定哦，咋样和比拉弄还没有喝水，好，那完整的句子呢？咋样和比拉弄个过，那弄好，这个是从那弄个来好看。塔尼尼，塔尼尼啊，从中午嘎后干，嘎后干这个也是构词哦。然后是午餐，就吃午餐的时间呢，嘎后干就是中午。我们都是就变成指称是中午的时间哦。午餐的时候，嘎后干啊，一直到现在塔尼尼这样子哦。好，我们来练习这一句哈。那你可以不用换词根，哦，就是我刚刚说了哈，我们的重点是这个，啊，我一直重复讲哈，我们的重点是这个，所以你不用去想别的词根啊，会给自己造成麻烦哦。
我们主要是这个7个形态是重要的，是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好，7个时态的用法跟中文翻译这样子。好，一样我们来练习哈。如果你要换也可以了，我也没有反对了，表示你很熟练了。如果说还不熟练的话，就先不要换词根，就用原来的，把重点放在这个7个时态这样子，怎么去结构这样。现在、过去、未来，然后简单、现在跟完成这样子，怎么去结构它这样。那，秀兰姐，你写这个的意思是什么？米卡苏伊。没有，我还没有完成。哦。我们练习的时候，看看能不能不要看那个 PPT，然后你自己写写看，这样子可能会帮助记忆。这样。那我们旁听的学员也可以做练习了，都来听了哈，可以练习一下。我想问一下哈，我们旁听的学员也是不是也在我们的赖群里面？所以他们有没有那个 PPT 可以下载？我不晓得。哦，有，好，感谢。那个 garu arans 没有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没有在群组是吗？哦，了解。OK，那我看看待会要用什么方式去那个，我再请那个书显加你好了，因为在我们群组的话，其实还是有，就是有一些资讯，就是尤其我们上课的那个资讯会放在上面，那就是我们就可以下载看这样的。不过这个加入群组这个，我还是让苏贤老师去决定。好，那我们就来看 Alex 哈。好，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米古沙信采花生，米古沙信爱后还在采花生，在爱后比古沙信还没有采花生，在爱以后比古沙信吉那南努伊那吉拉达阿尼米，妈妈从昨天直到现在都还没有采花生。好，谢谢 Alex。好，米古沙星，那个 Alex 有时候会给我们很多那个新的那个，真的没有想到花生哦。好，字根是名词哦，词根古沙星，花生哈。米古沙星就是采花生，这个没问题，因为这个也常常讲。米古沙星爱后还在采花生。那否定词呢？在爱后米古沙星还没有采花生。好，句子。在爱后米古沙星是因那努因那吉拉的哈阿尼尼。好，因那吉拉是昨天嘛？阿努吉拉呢是明天哈。因那吉拉
安努吉拉这个不要搞混哦。伊纳吉拉就是昨天达哈尼尼到现在都还没有采花生。好，谢谢 Alex。那我们继续哈，我就等其他的学员。像如果因为你都没有写嘛，你看看要不要你先练习？Kahok. 好的，打烂了我可以说。好，那个秀兰姐先好了。好，好来，米嘎碎砍柴，米嘎碎以后还在砍柴，杂叶以后比嘎碎，我还没有砍柴，杂叶以后比嘎碎嘎古南努达巴达哈嘎拉胡干，我从早上直到中午都还没有砍柴。好，那秀兰姐，我问你哈，按照你的一个句子哦，所以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从你的那个句子啊，你的句子，你说从早上到中午都还没有砍柴嘛？所以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的这个时候，安妮蜜啊，安妮蜜，是吗？早上到中午如果是阿妮妮的话，不一定是阿妮妮了。是啊，因为如果说因为我们你看这个哈，我们现在是1、2、3、4，1、2、3、4、5嘛，所以现在应该是中午嘛，对不对？好，对，早上到中午。对，我只是顺便问你说，就是我们讲像那个现在完成式哈，现在完成式是从过去到现在嘛，所以但是你没有讲现在，你讲的是直接讲那个名称，中午、白天、晚上。中午。那所以现在就是中午了。对。所以你的现在应该是中午。对。中午。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样可以吗？可以。不过像刚刚啊，你的那个词组啊，在亚后比卡瑞还没有砍柴呢，没有我哈。啊，对，没有。比卡瑞，对。哎，多了一个我。对。哎，这个哈，我顺便来跟我们大家讲一下，就是尤其像我们现在的学员啊，因为很多都是麻烦挨着在教的那帮在下面还，其实我们都会犯这个错误，因为我们的口语像这个也可以跟人家沟通啊，在后比卡碎，其实我们可能讲的是我啦，可是我们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可能会说啊，我还没有砍柴，我们可能会跟人家翻译说，我刚刚的意思是我还没有砍柴，可是我们会变成坏习惯了，就是这个对到过的帮扎的那喉咙那里没有对到。我们虽然有那个意思，可是我们讲的时候没有讲。在亚后比卡水卡固那个卡固我们都省略这样的。可是我们在翻译的时候又把我又讲出来这样子。讲出来。对，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啊，我也会啊。因为像我们在讲主语的时候，常常会省略。其实这个是我们阿美族的口语化。对，口语化的时候常常会变成这样子，所以人家会很难对。那马会被翻译速度的喉咙这样没有办法对到，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省略很多。所以我想提醒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做练习的时候，尽量可以对到，没有的就不要写这样子。对，是。好，谢谢老师。所以我不是才会一直讲说那个去有没有？因为我们的那个例句没有带啦这个，所以就不要有去这样。但是习惯。对，但是是不是能够100%可以完整对到哈？目前来说好像没有办法100%啦，有时候也是会有一些可能还是要想办法去，就是说去加字这样，可能会现在还是有这样的状况，没有办法100%。
但是我们就是努力嘛，因为这样的话，那个学生会比较好学，就是不管是学生或者是对主语有兴趣的，他就会很容易理解哦，原来是这样，就是他可以对照，好，这个是就是给我们大家谢谢。已经会说主语的，就是稍微提醒一下呢。好，搞过度。好的，我的词根是一只槟榔，一只吃槟榔，一只拜后还在吃槟榔，再以后比一只还没有吃槟榔，再以后比一只个那努沙发打哈安妮妮，我从早上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吃槟榔。好，谢谢努过了哈。那努过我来问你一句哈，如果采槟榔我们要怎么说？你采槟你榔，这再过一次，采槟榔，没有了，对一次，啥个时候我们都阿塞。不要那个一直，不要那个一直，他们只会用口语化嘛，不要了，对一次。对啊，去哪这样。那如果说学生，如果说我们的朋友啊，想要学主语，米这是吃槟榔，那米达邓是吃菜咯。米达邓，这个有点，不绕这个是，我也不，没有，我也不太了解，不知道怎么去。这个就是我们主语的，有时候会很不好，那个怎么讲？不好理解。所以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就是我们如果讲吃槟榔哦，我们对这样会比较好。我们对这米吃槟榔，因为这样就会。kayak tato因为老，你来好，一直反正这。不要口语化，那是口语化，我觉得我们要改，因为吃就是感恩嘛，古马恩对一直神，古马恩没有不用咪，因为那个感恩中间加中缀嘛，古马恩对一直就是吃槟榔，如果每一直我们就说采槟榔，每一只玻璃，这样每一只玻璃你去采一下槟榔，采槟榔这样，可能这样会比较好了。你看，像如果像刚刚阿努白兰那个米林修高的那帮站上，我刚刚问你那一句你就讲不出来了，对不对？对哈，你就会这样哦，对哦，这个要怎么讲，就会变成这样子。你说你什么是我们都塞，我的一直。他们会觉得说，是不是已经在吃了？所以我们现在有点复杂，是因为如果今天我们用这个目前现在的方式去跟老人家讲，他们会说，没有关系啦，我的意思是说，跟老人家不要这样讲。用他们的习惯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对于还不是烦恼的时候，或者说有人要学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讲，就这样教，他会比较能够理解了。好，那个意思啊，姑。千万不要跟老人家争了。绕是都不父母。好，不要说是我讲的哈。好的，谢谢。不会。好的，怎么都去问那个，好，罗斯还没有哈。好，那个像刚刚的问题哈，就说可能会有一些争议啦，但是这个是我个人的建议啦。就是因为部落的习惯，像刚刚那个努过所提供的例子哦，就是一这是名词嘛，
那名词的字跟米这，如果我们用比照的哈，像我们刚刚讲米夫定捕鱼，米沙顿采菜，然后米嘎嘎后，我们刚刚还有什么？古沙杏采花生，对不对？它都是一个，对，它都是一种采收的那个动作。所以米这虽然老人家讲米这都是吃啊，不过我们理解的时候，我们就是用那个采槟榔这样，就是我们自己先把那个习惯先改一下，就是采槟榔，因为那个吃槟榔，因为那个吃有那个感恩，主语有那个字，所以如果我们硬要把那个米这硬要翻成吃槟榔，我们会很难教别人，因为人家会问说，哎，那吃不是感恩吗？古玛恩吗？古玛恩对，这不是吗？人家就会这样问，我们就会自己会那个站不住脚，所以干脆我们就是变成采槟榔这样米这种，然后大概是这样的啦，就是我们稍微注意一下啦。好，那我们的旁听的学员，千万不要去跟部落的老人家争这个哈，因为他们有他们的习惯了。那这个有可能就是变成口语化了，然后造成一些没有那么精准这样子。那我们的目标是希望能够很精准。好的，今嘛都去巴罗多，啊，苏里达伊苏特，不苏里达个mana 哎，苏里达章鱼，米苏里达后还在捕章鱼，苏里达还没有捕章鱼，在后比苏里达kaku nanu kalahukan tahan ini，我从中午直到现在都还没有捕章鱼。哎，正确哈。哎，巴洛斯，你今天有听你的广播吗？广播了？你的广播啊，你没有听哦？今天我没有举手啊，哦，按到了。我说你今天没有听你的广播哦。哎，你没有赖我？我有放在赖群组啊。还是啊？哎，那你在听那个回播了？嘛是带个关系呢。好，那我们就往下了哈。还是？好，这个一样是完成式，过去完成式，过去哈，刚刚是现在完成，那现在是过去完成式。好，那这个时间就是一个，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哈，过去的那段时间，好，过去那段时间，然后翻译的方法就是已经什么什么了，已经怎么样了，好，过去完成式。那时间的话就是，好，我先看，我们来看句子哈，我已经3天没喝水。那一样，因为我们是使用这个动词句型嘛，所以我们要先把动词找出来，是吗？已经喝水了，已经喝水了。Minanumaido 这个是过去完成式已经喝水了。Minanumaido，好，那否定词呢一样啊，就前面加否定词，然后那个时态加在那个za ai 后面，za ai do binanum，好，za ai do binanum，然后 mi 变 b 哈，za ai do binanum。已经没有喝水了。好，那句子呢？我已经3天没有喝水，3天哈。在亚都比那弄个库，读入阿鲁米阿这样子。那我们上一周好像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学员就写到说，在亚都比那弄个库，读入阿鲁米阿，就是有人这样写哈。那时候我有一些纠结，那现在有一个结论就是。这个都会多，如果就是我现在把上一周的那个
那个例句哈，在这边念一次哈，就是上一次是这样子，在 AI 都 bina num gaku 都 duru arumia， 或者是 duru du arumia， 可能有的人会这样讲。那这个是比较口语化。那我的建议是不要有一个句子不要有2个 do， 一个句子不要有2个 do， 所以我们就这样子，就是这个 在 AI 都 bina num gaku duru arumia， 这样就好了，就不要再加一个 do 了。或者是把这个 do 改在后面也可以，在 AI bina num gaku duru arumia， 这样也是可以。就是一个句子不要有2个 do 就对了，因为这样会造成文法上的错误。好的，那我们一样就练习哦。Saya itu pi maan， saya itu pi maan。好，这个过去完成式否定句哦。好，等你们的练习哦。好，不好意思哦。好，我们请秀兰姐来念你的例句。好 ，delete 字 ，mi delete 写字，mi delete 都已经写字了。在 AI 都 be delete 已经没有写字了。在 AI 都 be delete gaku enam armiat， 我已经6天没有写字了。哎，好，在哎，谢谢秀兰姐。那这个6天就是已经是过去的时间6天哈，那并没有到现在哈，因为这是我们讲说过去完成式，有过去的那6天，那哪6天呢？反正不管，反正就是那6天啊，就是没有到现在。如果说你从6天前到现在，这个会变成那个现在完成式哈。那我们讲的是过去完成式，对，就是过去的某6天这样，你已经没有写字了。好，谢谢秀兰姐哦。那我都那我们好的，哎，好，请。我的是根是那个地瓜好，公啊，哎，你公啊，采地瓜，你公啊爱度已经采地瓜了，在爱度比公啊已经没有采地瓜了，在爱度比公啊个股都杀啊，我们啊。我已经2天没有采地瓜了。好，谢谢你够了。没有地瓜好。好，我们先请那个好了，那个先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啊。你古小信采花生，你古小信爱，你古小信爱多已经采花生了，在爱多比古小信已经没有采花生了，在爱多比古小信吉那则在Flash， 妈妈已经1个月没有采花生了。好，谢谢。好，我们从刚刚努过的字根、词根、古嘛哈，是地瓜这样。那
一样，刚刚都有念对了，看一下哪边需要米古达星，米古达星来读，再读米古达星。好 ，OK， 那好，那剩下那个保罗，剩下你了。我们只要把那个掌握的就是这7个时态了，这7个时态的构词的方式，哦，每一种时态怎么去构，然后它的那个中文翻译怎么翻，这样的哦，这个是我们的重点了。所以我们这样就会很快啊。对，因为词根都没有换嘛，只是一直换那个构词跟时态而已，这样。Mga palos, mga ano miso？哎，刚刚你是属于在后哦，还没。没关系哈。那若我现在往下讲，然后你慢慢来了写哦，来了你慢慢写，然后你写好了你就 po 上去就好了，我会再回头讲。啊，那我们现在讲最后一个哈，第七个就未来完成式哈，未来完成式。好，还，你再 po 上去就好了哈。来了。好，那我们就先看未来完成式哈，一样。如果要讲这一句，我2点之前哈，你看我们刚刚讲就是说，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之前哈，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之前啊，那它的翻译法就是就要干嘛了，就会干嘛了哈。这个是未来完成式哈。好，我2点之前，所以这个2点是未来的哈，所以现在可能是1点、12点或11点，或者是反正之前哈。那这个2点就是还没有到的这个时间哦。我2点之前就不会喝水了哦，或者是就不要喝水了。好，那动词是什么？喝嘛，喝水。那这个动词就是从名词词根去结构出来的，叫做 minanum 哦。minanum 这个就是动词哦，喝水。好，那就要喝水了呢，未来完成式哈，就要喝水了。umaminanum do 好 umaminanum do， 所以你自己在做练习的时候一定要念啊。umaminanum do 就要喝水了，就会喝水了。好。那否定句呢，一样哦，跟刚刚的这个有一点变化哈，这个一定要记得，未来的会有一个哈，然后它的那个方式呢，妈咪都不会变哈，这个妈咪那弄这个它的这个前缀咪那弄这个是词缀哈，那这个妈呢，妈是时态哈，好。在都加乌加乌在都古也可以在都古加乌嘛米那努加古，也还要努杜萨啊杜基2点哈，也还要努杜萨杜基。好，那我们来看词组哦。我们刚讲到这个词组乌嘛米那努多就要喝水了，加否定词呢？在爱都加乌玛米那努就不会喝水了。在爱都加乌玛米那努这个没有变哦。所以它前面是加了这个在爱都古玛米那努，或者是在爱都加乌玛米那努等等。好，那我们继续练习哈。
那这个时间的表示方法，我们就先用这个哈，以阿要努杜萨阿杜基，啊，我们先用这个方式啊，因为这个也不太好写哈，我们就先用这个模式哈，以阿要努自在阿杜基这样子，或者是明天之前，明天早晨也可以哈，明天早晨是什么？啊，那他发是还要加以癌药吗？如果明天早上的话，以癌药我觉得努达巴对对对，要还是要加哈还。是要加，不然的话你会变成那个，会变成就是否定未会变，来未如果你没有加的话，就会变成这个未来简单式。哦，对，因为我们讲说未来完成式嘛。打过哎呦，好的，可以啊，可以啊，因为我的不用写，因为字太小，我好，用没关系。手机。哎，来来我的字根还是一样是地瓜哈。来，那妈咪公啊都就要采地瓜了。来，在爱图跟我妈咪公啊就不会采地瓜了。在爱图跟我妈咪公啊个过还要努比都好，你的那个比度古读记，可能这个要比度古读记，那个翻译法会变成什么？啊、我想一下哈，也要努比度阿读记，也要努比度古读记，可能要改那个姑要改成啊，比度阿读记这样子哦。7点钟，对，好。老师，我用挖一头可以吧？采一头，挖你一头，打力没有什么也可以啊，可以哦。对，因为好，确实打力就是用挖的，不是吗？挖的嘛，对不对？哈，对啊，对啊，对啊，一头啊，达利是一头，米达利挖一头，乌妈米达利都就要挖一头了。在爱度高妈咪达利就不要挖一头了。在爱度嘎咕妈咪达利，在爱度高妈咪达利嘎咕以爱要努杜萨啊杜基，我2点之前就不要挖一头了。或者是不会也可以哈，就是就不会挖一头了，这样哦也可以哈。好，那米达利这个其实也会常常讲啊，那当然就是挖嘛，所以那个我们的中文翻译哈，像这个米麻案，它的中文翻译都要看我们的动作是什么啊。虽然就是在做中文翻译的时候，就是要顺着那个
现实的状况去翻它的那个中文的那个动作，像米拉邓当然就是采菜嘛，哈，采。嗯，那米达利当然就是用挖嘛，因为它是在那个。那米古水没有那个米古水是那个什么？马古水呀，那个什么草？那个一个菜，我们这个古水呀，秀兰姐我也不知道呀，那个中那个哎，我怎么突然忘记那个草富了？贵还是富贵？古水怎么草去了？没关系了，大家都知道，啊，我也忘记了。因为它是用割的嘛，所以要变成啊，割什么草的呀？什么的？米格瑞，因为米古水一般它的动作是米，就像那个米巴奈也是啊，米巴奈那样就是收割稻子嘛，或是收稻子割稻子嘛，所以我们就看，就是我们还是要去知道说那个要怎么弄，所以中文翻译就去符合那个动作，这样。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好，这个是对我们会讲主语的人是没问题的。那主要是针对那个我们旁听的，就是如果你还在学，就是说就怕你会有疑问说，诶，为什么米拉邓是采菜，为什么米达利变成挖芋头哦？为什么变成挖？是因为它确实的动作就是用挖的，所以我们要看现实状况，然后才做中文翻译这样子啊。好，那我来看那个句子哦，在多个妈咪达利个故意阿要努杜萨杜基，OK，没问题。我2点之前就不要挖芋头了，这样子哦。好，那好像都讲了，对不对？那个巴洛斯你写完了吗？好，因为剩下5分钟哦，我们就看一看哦。哎，好，那我们先请 Alex 来念你的例句好了。系咪甲自己补其余，乌妈咪甲自己读就会补其余了。再多高妈咪甲自己就不会要补其余了。再多高妈咪甲自己及妈妈也要努多慢多过嘎嘎来样。爸爸天黑之前就不会补其余了。好，谢谢 Alex 哦。好，我们直接看那个 Alex 的例句哦。在多高妈咪甲自己及妈妈也要努。好，你看阿要努多慢多过嘎嘎来样。好，好复杂。如果我们要讲那个天黑之前呢，阿要努嘎多慢努，我看一下哈，阿要努。好 ，Alex，你看哦，你看看能不能改这样子哦，就是阿要努嘎多慢努，还是我自己写？我不努人米亚，一个阿要努多慢努人加一米亚，个大号，嘎多曼努鲁米阿都是努嘎嘎拉yan，嘎嘎拉比天黑我们好像不会讲嘎嘎拉yan的，阿拉亚，我们应该是讲讲人米亚，鲁米阿，人米亚。对对，我们讲会鲁米阿，那那个鲁米阿也有天气的意思哦，天，对，所以你用这样子，后面那边哈就是以阿要努嘎多曼努鲁米阿这样子，好，嘎多曼就是短曼前面加一个嘎，嘎多曼努。那个嘎短曼是那个缀词哈，词缀哦，结构词，嘎短曼努罗米阿这样，好，这样会比较顺呢。哎，那巴洛斯，你先念你的好了。这个是这一个字，少一个字，哎啥？这个是少一个不啊。这个是句型6，对不对？哎，还是句型7？问一下。那哦，你是句型7嘛？哈，好的，这米苏里达补章鱼，乌妈米苏里达度就会去补章鱼。
在读古米苏里达，妈咪苏里达就不会补章鱼。在读古妈咪苏里达嘎古伊艾要努嘎拉菲安，我晚餐之前就不会去补章鱼，少了一个不啊。好。如果你看哦，不知不觉又多了一个那个那个中文翻译多了一个去，不要去了。哎，那个中文翻译我看一下 Alex 的嘎短曼诺罗米亚，对，就这样子。好，那个巴勒斯那个中文的去就不要，那个去那边的那个去就不会，就不会补章鱼，这样就好了。虽然呢，其实感觉上这样的那个中文好像比较顺可是我们会对不到我们的那个主语，会对不到，所以我的建议就是不要写那个去，这样。好的，那最后几分钟我们我以为可以来得及，就这个复习这个就我们再看一看就是7个时态嘛。所以在 Binanum 我用这个 Nanum 在 Binanum 就是没喝水或是不喝水这刚刚忘记先讲了。那在 Do Binanum 没喝水了或是没喝过水那我会比较用这个又没喝过水，因为如果没喝水了，怕我们会跟那个过去完成式这个会搞混所以比较常用的话，这个不过我们还是要看那个现实的状况去做翻译了。好，那未来简单呢，在搞马米纳弄将不会喝水，将不要喝水。那进行式呢也是一样，在 ai binanum 没在或是不再喝水，不会不会再喝水，没有喝水。好，现在完成式呢，在 ai ho binanum 还没喝水，在 ai do binanum 已经没喝水了在 do go maminanum 就不会喝水了。好，因为我们刚刚都是这样翻吗？那这个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复习这个部分会它的中文的翻译会更简单一点会少了1、2个字这样子那一样就是我们还是多做练习了。那个我们的 PPT 的下面还是要看一下就是我们今天下载的，因为这个复习这个放在最下面，稍微看一下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那希望我们学习者都能够有领受了。那我在这里也说明一下，就是说我们的所有的教学教材的内容都不是我发明的，这个都是有经过去验证，而且是跟部落的耆老还有语言的比较高阶的那个教学的老师他们的提供的资料，然后就让我们去学习。那就各位你可以放心了，这样的学习方式，这样的这个资料是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就是放心学这样子好，那也希望我们能够去复习。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大家晚安，大家优。谢谢老师。